1/2mv 的平方加上 a 啊，其中后边还有一个大括号，大家注意一下，来往本上写一写，记一下笔记，是不是？再看看这边啊，看看这个图示。这个图示当中，我们应该要注意哪一些地方啊？哪一些地方我们需要？你是我的爸爸，你是我的爱人。需要做一下标记，然后在你的本子上，还有下边啊，看一下下边这个整个左边图示的这一个部分，然后我们一共分为了几步？1步、2步、3步。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，老师会布置一些新的任务啊。这是唐敏熙，这是爱宝。想不到啊，当年桀骜不驯、心比天高的文艺愤青林一轩，现在为了2个女的，会醉成这样。哎呀，你说你当年为了画一幅画，几百里上千公里的说走就走，连眼都不带眨的。现在这股劲儿哪儿去了？这女人跟东西不一样，好吗？这就叫英雄难过美人关。行了，别笑话我了，迟早你也会有这么一天的。我不会的，大丈夫先立业后成家。我现在就想着是怎么把这个公司给搞好。你小子就是个财迷，永远改不了的习惯。喂，兄弟，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啊。问？你觉得唐米熙会对公司怎么样？会对我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咱们现在这个案子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。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个项目拿到手了之后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